好多人問我做護工邊度最吃香啊？其實不論你係新入行定係想換個環境，以下4個地方永遠係護工嘅黃金崗位。第一，大型醫院，呢度係護工嘅主戰場，病人多，情況複雜，每日都可以學到唔同嘅護工技能，人工高，機會多啊！只要你肯搏肯捱，升職一定快。第二，高端養老院，呢啲地方長者通常咧生活條件好好，對護理嘅質素咧要求都好高嘅，佢哋會提供好好嘅培訓啦。你唔單止要識得照顧身體，仲要懂得提供心理嘅陪伴，提供情緒價值。喺呢一度做過一陣嘅人咧，其實出去都會好搶手㗎。第三，康復中心。呢個地方嘅病人咧，通常康復期會好長噶。護工除咗要照顧，仲要幫手咧，佢哋去點樣做復康訓練。相處耐咗啊，你會發現病人會當你係家人，呢一種被信任、被需要嘅感覺咧，真係好有成就感噶。第四，上門護理，呢個最自由，亦都係近年咧最受歡迎嘅行業啊！仔女放心啦，你又可以靈活安排時間。好多護工依家咧轉咗做上門護理噶啦，服務好一啲，口碑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收入絕對唔錯啦。所以咧，大型醫院、高端養老院、康復中心、上門護理係護工最吃香嘅4個出路。小紅書